呢類型嘅居屋單位做兩房間隔嘅話咧，規劃變動上就比較少，主要咧就係兩間房嘅入口位置咧，要能夠配合到成個設計，同時咧要保留翻客廳嘅採光。而配色方面咧，我哋用咗原木奶油嘅設計啦，整體偏向大地色同埋偏黃嘅燈光。而廚房咧，我哋仲用咗黑白灰嘅風格去做一個對比。